劇場應該都係世界上最黑暗嘅地方嚟嘅，因為佢永遠唔會見到日光㗎嘛。但係世界上美好嘅嘢都會喺一個好嘅戲劇作品裏邊出現。隱藏的愛情題材係一男一女嘅浪漫情信，演員就係嗰個導演嘅鏡頭，好靚好靚咁樣勾畫一個問號。觀眾睇完之後去思考翻佢自己嘅生活，呢個孤獨嘅挑戰係你同自己嘅挑戰咯。好精彩嘅，今次嘅掌聲帶唔到佢下一個演出，每一次都要付出同樣嘅努力。劇場就好似一個 3D 眼鏡帶俾你嘅感動，然後你行出街外邊嘅時候，你都可以用翻呢一個 3D 眼鏡去望你嘅生活，用一個生命去影響另外一個生命嘅一個藝術。我好幸運可以將我嘅興趣成為到工作。